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嚟睇一個咧，就係優越城百貨隔離嘅一個小區，佢都係坦洲上率最高嘅小區之一。所以呢個位置咧，佢出行咧交通係非常之方便嘅，而且咧呢個小區嘅配套啊、運動設施咧都係非常之齊全嘅。下邊咧就跟住我鏡頭先嚟睇下佢嘅位置，眼見為實啊嘛。咁我哋跟住鏡頭睇一睇。咁咧面前呢條路就係已經擴建緊嘅坦洲大道雙向白車道，佢係連通珠海市區同埋中山市區嘅一條超大嘅主幹道，出行咧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咁我哋咧去優越城百貨行路3分鐘就可以到啦。去到山姆會員店嘅話咧，揸車10分鐘之內可以到嘅。咁咧去到華發商都嘅話咧，12-13分鐘啦。有時候唔塞車嘅話，8分鐘就可以到啦。去拱北口岸嘅話，13分鐘。去港珠澳大橋口岸咧，16分鐘就可以到啦。入邊咧配套設施都係非常之齊全嘅，有會所啦，會所入邊有泳池啦、棋牌室、健身房啦，同埋有4個羽毛球場、3個籃球場、1個網球場嘅。所以入邊嗰啲運動設施啊，同埋佢園林嘅設置咧，都可以話係非常之靚同埋齊全嘅。好啦，依家我哋嚟到小區入邊啦。呢一棟咧就係今個月12號加推嘅，即係前幾日。加推咗21棟嘅03同04戶型嘅改善型，129同埋141方嘅3房同埋4房，全部都係南北通透嘅。咁下邊咧跟住鏡頭上去睇睇。好，依家我哋嚟到141平方嘅示範單位入邊啦。我哋可以睇到個玄關咧係非常之通光猛嘅，跟住咧呢度係送一半。下邊咧呢間房咧都係全送嘅，所以佢成個戶型嘅上率咧係超100%嘅上率。嚟到個大廳嘅話咧，我哋可以睇到超級闊落嘅一個開間，係6.4米嘅一個大開間，而且咧可以做到南北通透，非常之通風同埋通光嘅。前邊咧我哋可以睇到個園林，嗱個園林咧前邊係完全冇遮擋嘅，睇到個園區咧係好開闊，前邊咧就等於係好似一個公園入邊咁樣嘅。跟住咧，我哋可以睇到個廚房，廚房都係非常之大啊！呢個位置嘅話咧，預留咗一個超級大嘅雙門冰箱櫃，同埋廚房3件套咧都係標配嚟嘅。下邊咧，我哋嚟睇下個房間佈置啦。首先咧，我哋可以睇到個工位，工位嘅話咧，佢係3段式嘅乾濕分離嘅工位，而且咧淋浴瓶入邊擺個浴缸係完全冇問題嘅。跟住落嚟咧就係呢2間客房啦。我哋首先嚟睇下呢間客房，8個方，超級大，做公主房啊，做小朋友房或者做客房，完全都冇問題嘅。呢邊咧同樣都係8個方。所以到時小朋友如果多嘅話，分開去住、學習、休息，互不干擾。最後咧嚟到我哋嘅主人房啦，你睇主人房幾咁大？呢度嘅飄窗咧全部剝晒，可以俾到一個空間俾我哋利用，而且咧係270度嘅景觀窗，出邊嗰啲景觀咧視野係非常之開闊嘅。咁同時咧，最大嘅亮點就係洗手間呢度，佢嘅門咧係唔對床、唔對門嘅，風水都非常之好。呢邊咧有一個獨立嘅書房啦，或者可以做太太嘅衣帽間啦、化妝室啦，都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呢個咧就係我哋141平方同129平方嘅一個區別，多咗一個書房、衣帽間。咁呢個廳咧，呢個141咧就會闊一啲。好啦，總結一下，今次咧開發商加推咗咧3個戶型嘅，第一個咧就係28棟嘅107平方嘅細式單位啦，同埋21棟嘅改善型嘅4房單位，129同埋141。今次加推嘅產品咧，呢啲改善型嘅話咧，低高樓層嘅話，分價係15,500啦。中間樓層嘅話咧係16,300，貴少少嘅。咁今次阿 Ben 就幫大家咧爭取咗5套特價單位啦。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私信我或者打電話聯繫我啦。
即刻攞起電話 call 阿 Ben 帶你睇樓。